又到年尾盤點，我揾咗幾個臨時工嚟幫手點貨、入資料，但今年真係好難請人。明白嘅，盤點好多時要夜晚加班，你個倉又比較隔涉，交通唔方便，請人梗係更難啦。係啊，新人嚟到又要教，始終係臨時工，我最驚就係出錯漏數，之後對數就麻煩啦。有行家同我講，佢上年轉咗用電腦盤點，用埋條碼掃描器同條碼系統，一掃就自動入數，快好多，錯漏都少啲。但買電腦、買數碼器，再加條碼系統，一次過要俾一大筆錢喎。會唔會今年要即刻入晒做費用？盤數咪好肉酸？記住，唔好淨係睇你俾咗幾多錢，要睇呢筆錢係用嚟做乜，同埋受益幾耐，先決定點樣入賬。支出係指所支付嘅款項，可以分兩類：資本支出同收益支出。資本支出係指金錢花費喺購置或製造非流動資產，或者另新購置嘅非流動資產，可以按預期目的使用，又或者可以改善非流動資產嘅性能，例如大幅延長使用年限、增加生產力，呢啲通通都計入非流動資產。至於收益支出，係指金錢花費喺日常企業營運，例如電費，又或者維持現有非流動資產嘅性能，唔會為非流動資產增值，或者會計年度內耗用嘅費用，例如汽油，所以佢哋係費用。用旺仔呢個例子，最清晰嘅分類就係請臨時工嘅工資屬於日常企業營運支出，即係收益支出，記錄為費用；而買電腦同條碼掃描系統屬於購置非流動資產，即係資本支出，記錄為非流動資產，再按年折舊。生財工具真係唔慳得，試下喺日常俾錢嗰陣時，諗下係資本支出定還是收益支出。下次見。搞掂企會財，隨心學，隨心聽。